如果你以為致富要靠六合彩或者每日做足100個鐘頭嘅工，其實可能完全搞錯咗方向。試諗下，真正致富嘅秘密會唔會就係由你每日早餐之前做嘅事開始？Miracle Morning Millionaires 呢本書咧就正正講到啦，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錢嘅人都有一套獨特嘅晨早習慣，而正係呢啲習慣幫佢哋建立咗持續增長嘅財富。作者話，其實每日一開始，你點用時間、點整理心態，就已經決定咗你成日甚至成世人嘅方向。大部分人呢都低估咗晨早時段嘅力量，以為呢早啲起身只係多啲時間做嘢，但係事實係呢個時段呢先係改變心態同埋提升生產力嘅黃金時間。最後呢，作者咧鼓勵大家咧唔好等到有大筆資金先開始嘅，因為好多成功收入流咧都係由細細步開始慢慢積累咯。重點係持續行動同學習，因為你嘅知識同經驗會成為日後建立更大財富系統嘅基礎。當你有咗多重收入流，你唔單止更加安心，仲會發現自己生活選擇多咗，真正可以用財富去支持自己想要嘅人生。睇返成本書，核心信息係財富其實由你點樣開始每一日決定，透過塑造正確嘅心態，養成有力嘅習慣，加上有意識嘅行動去推動人生改變。書中講嘅奇蹟早晨百萬富翁方法，將個人成長同實用嘅財富策略結合喺一套簡單但強大嘅日常儀式入邊，為成功鋪路。呢種方法唔單止係教你做啲好習慣，而係幫你打造一個可以持續累積財富同成就嘅生活系統。我個人覺得呢本書唔係一般咁嘅成功勵志書，佢帶嚟嘅係一套具體而且實用嘅方法，將龐大嘅財務夢想拆解成細小可行嘅步驟，令人容易跟隨同埋堅持落去。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係，作者強調每日持續嘅細微改變，點樣日積月累，最終會帶嚟驚人嘅成果。呢種由內而外嘅改變，其實正正係成功嘅真正秘密。我想鼓勵大家咧，可以由聽日朝早開始試下將呢啲理念實踐喺自己嘅生活入邊，唔使一次過做晒，而係一步步慢慢建立起嚟。呢啲改變嘅影響力會好深遠，可能唔單止改變你嘅財務狀況，更會改變你對人生嘅態度同選擇。只要肯踏出呢一步，未來會有更多可能性等緊你去探索。講到作者 Hal Elrod 呢位作家本身咧經歷過人生低谷20歲嗰陣車禍幾乎死咗，之後咧又喺金融海嘯時期生意清袋。不過咧，佢冇放棄反而咧用呢啲挫折咧去打造自己嘅人生哲學寫咗《The Miracle Morning》呢本書，幫無數人改變生活。佢一向專注於推廣簡單易實踐嘅習慣，令大家無論個人定事業都可以一步步變得更好。至於呢本書嘅合著者 David Osborne， 佢就係一位白手興家嘅企業家，由零開始做到擁有超過7000萬美金身家。佢將自己真實打拼賺錢嘅經驗結合 Hal Elrod 嘅晨早哲學一齊寫成呢本書，目的就係想話俾大家聽，財富其實係可以經由每日嘅細微習慣去積累出嚟。書入邊最重要嘅信息就係，致富唔係靠運氣，更加唔係靠你每日捱幾十個鐘頭去搏命，而係要有意識咁開始你每日嘅第一個鐘頭，培養出成功人士必備嘅心態同習慣。呢段時間唔單止係用嚟處理工作，仲係用嚟建立你個人力量、清晰目標同推動力嘅最好時機。喺呢條影片入邊，我會同大家逐步拆解書入邊嘅精髓，包括如何用晨早習慣改變自己，點樣清晰訂立財富藍圖，如何善用時間同資源，點去發展多元收入來源，同埋點樣培養持久不屈嘅專注力同埋堅持力。每一個部分都會幫你一步步掌握致富嘅關鍵嘅。等你睇完之後，唔單止了解成功人士嘅秘密，更可以即刻開始實踐喺自己每日生活入邊。講到致富嘅基礎咧，其實作者認為唔係由你賺到第一桶金開始，而係由你點樣開始，每一日嘅早晨開始。大部分人一朝早起身就已經被鬧鐘嚇醒，急急忙忙沖涼、食早餐、趕車返工，成個人都係處於被動狀態。但作者強調，成功嘅人唔係咁樣過晨早時間，佢哋會用晨早去塑造心態、訂立方向，然後用最清醒、最專注嘅狀態迎接一日嘅挑戰。佢哋深信晨早係黃金時段，
正如書入邊講，早晨係發揮魔法嘅時候，正正就係你培養致富心態嘅時機。為咗幫大家養成呢種力量，作者介紹咗一套簡單易行嘅晨早習慣，叫做 Life Savers。呢個方法包含6個元素，每一樣都係幫你鍛煉內在力量同建立致富思維嘅工具。第一個係靜心，不論你係用冥想定祈禱都好，目的都係令你每日一開始就可以冷靜下嚟，清理雜念，集中精神。跟住係正向自我肯定。透過每日重複對自己講正面說話，好似提醒自己目標同信念，慢慢令到腦袋自動調校到成功模式。視覺化就係喺腦海中清晰想象自己達成目標嘅畫面，令自己更有動力去實現。運動方面，作者話唔需要每日跑10公里，簡單拉筋，做幾個伸展動作已經足夠令身體甦醒。閱讀係吸收新知識，無論係讀書定睇文章，都可以幫助你日日進步。最後就係書寫，每日用少少時間記錄心情，計劃一日嘅目標，令你唔會亂咁忙碌，反而有方向有重點。作者話啦，其實呢6個習慣加埋可能只需要6分鐘啦，一樣可以對生活帶嚟轉變。重點唔係用幾多時間，而係有冇每日堅持，因為只要持續實踐，就算時間短都一樣見到成效。呢一種晨早習慣，好似係先俾自己交租，用時間、智慧同專注去投資自己。當你每日咁樣做，你會發現成個人嘅狀態唔同晒，由內到外都更有信心、更有動力。作者亦都分享到呢啲晨早習慣係好多人致富嘅共通點。好似 Osborne 咁，佢每日堅持呢啲晨早功課，成為佢管理投資、發展業務同照顧家庭嘅基礎。正因為佢可以用最清醒嘅頭腦去面對挑戰，所以先可以喺複雜嘅財務決策入邊保持冷靜同埋準確，幫自己同團隊創造更大嘅價值。作者話，如果你用呢種方式開始每一日咧，慢慢你都會發現自己思路更清晰，做嘢更果斷嘅。相反，如果每日一早就俾時間追住跑，成個人心情急躁，頭腦混亂，咁就好難有餘力去諗清楚點樣累積財富，甚至成日做啲只係求其應付嘅決定。作者認為早晨係最值得你投資嘅時段，因為佢影響你成日嘅表現。書入邊提到，早晨係發揮魔法嘅時候，正正就係你培養致富心態嘅時機。當你肯將晨早時間交俾自己，你會發現成功同財富慢慢會向你走近。講完晨早點樣幫你建立成功嘅基礎，作者進一步指出，如果你真係想致富，第一步係你要落定決心去成為有錢人。作者認為，財富其實唔係意外出現，而係一種你有意識選擇嘅人生方向。當你肯定自己想擁有財富，同時承諾為呢個目標付出行動，先會開始見到改變。作者話，無論你而家係咩背景，手上有幾多資源，只要你肯下定決心，財富就可以由呢個決心開始慢慢累積。作者用一個飛行計劃比喻去解釋點樣打造財富藍圖，好似飛機起飛前一定要有目的地同路線，人生要致富都一樣，要清楚知道自己想去邊同埋點樣去。作者話，如果冇目標同計劃，就算你再努力，可能都係兜兜轉轉，最後去唔到想去嘅地方。佢強調，你嘅財富目標要夠清晰、夠具體，最好可以量度到成效。譬如唔好淨係講想賺多啲錢，而係清楚寫低要幾多錢、幾時達到、用咩方法實現，咁樣你先可以日日提醒自己向住目標前進。作者建議每日完成晨早習慣之後，最好用少少時間去檢視自己嘅目標，睇下有冇偏離方向，又或者有冇新挑戰需要調整計劃。咁樣可以確保自己行緊嘅路係正確，而且唔會因為生活瑣事分心。書入邊提到 Osborne 嘅例子啦，佢會為自己訂立進取但又實際嘅收入目標，再將大目標拆細成一啲可以逐步完成嘅小行動，咁樣每日做少少，長遠就可以堆積出大成果。作者亦都認為你可以用視覺版或者寫低你嘅藍圖去提醒自己目的地喺邊，將你想達到嘅生活畫面具體咁呈現喺眼前，會令你更加有動力去實現。正如書入邊講，如果你想生活同你設定嘅藍圖一致，就一定要用同樣認真嘅態度去對待，要有目的地同路線。你需要一份飛行計劃，
當你日日以清晰嘅藍圖去指引自己，自然會更專注、更有效率。不過，作者都提醒，計劃唔係一成不變嘅。正如飛機喺空中飛行，會因應天氣、風速調整航道。我哋喺追求財富途中，都要識得靈活變通。可能你起初訂立嘅計劃好適合，但行到一半，發現環境變咗，就要即時調整。咁先可以確保自己唔會白白浪費努力。作者認為，擁有清晰目標加靈活策略，先係致富真正需要嘅雙翼，幫你飛得更高更遠。喺你有咗清晰目標同飛行計劃之後，作者認為真正令你財富成長加速嘅關鍵就係學識槓桿資源。作者話，時間、金錢同埋精力係每個人都擁有嘅基本資源。但係有錢人之所以可以累積財富，係因為佢哋識得用呢啲資源去換取更大回報，而唔係單靠辛苦工作去堆積金錢。作者強調，你每日點樣運用時間，點樣投放金錢，點樣保養同埋分配自己嘅精力，會直接決定你最終嘅財富水平。先講時間，作者認為大部分人每日忙碌，但做嘅事可能對財富增長冇乜幫助。作者話，有錢人同一般人嘅分別就係佢哋懂得將時間投放喺高價值任務上，佢哋唔會浪費時間喺可以交俾人做或者根本唔重要嘅瑣碎工作，而係專注於策略決策、創造新機會、擴展資源同建立重要人脈。佢哋每日都會花時間去反思，今日做邊件事會最直接幫我實現目標。作者覺得，當你肯花心思去分清每日任務嘅價值，你先會真正用好每一分每一秒。作者亦提到，有錢人會有意識咁規劃自己每日嘅時間表，唔係被動咁處理一啲無止境嘅急事。佢哋習慣每日一開始先做對財富最有影響力嘅事，而唔係等到日尾先處理。作者建議，每晚或者每日晨早，你都應該花幾分鐘去計劃今日嘅優先次序，確保自己用時間做緊最重要嘅事。當你學識咁樣安排時間，你會發現自己產出更多，壓力更少。講到金錢啦，作者話真正致富咧，唔係靠儲錢啊，而係靠用錢去創造現金流。好多人儲到錢之後就放喺銀行，但係作者覺得咁樣只會令你嘅錢停喺度唔喐，冇辦法幫你帶嚟新收入。有錢人咧會選擇將錢投放喺能夠持續生錢嘅資產，例如物業、股票、業務等。作者引用 Osborne 嘅例子咧，講到佢將資金投資喺房產市場，透過收租同物業升值去累積財富。佢唔係一味儲錢，而係令錢幫自己工作，日日帶嚟被動收入。作者強調，投資唔一定要一開始就好大金額，重點係培養出讓錢生錢嘅思維習慣。你可以由細開始，例如買入一啲穩定派息嘅股票，或者參與細規模生意，再慢慢增加投資比重。作者覺得，當你開始體會到錢點樣幫你賺錢，你對金錢嘅睇法同使用方法自然會改變。至於精力，作者認為呢樣資源更加多人忽略，但係其實係槓桿財富增長嘅重要一環。作者話，如果冇良好健康作基礎，就算你有幾多好計劃或者幾多錢，都難以持續發揮。佢認為充足睡眠、適量運動同保持健康飲食，都係令你持續有高效生產力嘅基本條件。當你精神好、體力足，先有能力專注喺高價值任務，亦先有能量面對財富路上嘅挑戰。作者指出，呢一啲健康習慣其實同晨早習慣一樣，都唔需要每日花好多時間，但重點係持續同有意識咁去做。好似簡單每日早15分鐘做運動，或者提早半個鐘瞓覺，長遠嚟講已經可以令你精力提升，工作表現更加穩定。另外，作者講到，你點樣用自己嘅才能都係槓桿財富增長嘅一部分嘅。作者話，有錢人唔會將時間浪費喺樣樣自己做晒，而係識得善用自己專長，同時將重複性或者瑣碎嘅工作交俾其他人做，或者用科技自動化。咁樣你就可以集中精神喺自己最有價值嘅地方，例如創新、策略或者人際關係發展。作者認為，當你識得用好自己嘅時間、金錢、精力同才能，你就已經走緊一條比人更快、更穩嘅致富路。
咁書入邊有句説話咧，你點樣用時間、錢、精力同才能咧，先係決定你有幾富有嘅關鍵。作者希望大家明白，致富唔係靠一時倉4燕4，而係靠每日持續用好手上每一樣資源去放大回報。當你學識用槓桿思維去睇自己嘅時間表、投資決定同生活習慣，你會見到自己唔止更高效，成個人生方向都會變得更清晰、更接近你嘅財富目標。講到善用資源之後，作者認為真正令財富夢想成真嘅關鍵，仲要靠專注力同堅持。作者覺得，無論你嘅計劃幾完美，如果冇持續嘅行動力，都只會停留喺紙上。佢話成功人士之所以可以達到目標，係因為佢哋一方面堅持行動，另一方面又識得因應情況靈活調整計劃，唔會死守一條路而行到死胡同。呢種堅持加彈性嘅態度，正正係幫佢哋突破困難嘅方法。作者用咗一個好生動嘅比喻，佢話追夢過程好似寄居蟹換殼一樣。當你目標同埋視野不斷成長啦，你原本用開嘅思維方式可能已經唔夠用嘅，你就要主動去換個更大更強嘅心態學，先可以繼續向前行。作者覺得，如果你停留喺舊有嘅框架入邊，只會局限自己，最終難以達到更高層次。喺實際做法上，作者提醒要持續檢視自己嘅進度，確保每日做緊嘅事真係有助實現目標。好多時人會以為自己好努力，但原來花咗好多時間喺冇必要嘅事上。當你肯定期檢視同調整咧，你就會發現有啲事情可以放低，將精力集中喺最有影響力嘅地方。作者話，有錢人識得刪走干擾自己專注力嘅因素，無論係社交媒體、冇意義嘅會議，定係一啲可以交俾人做嘅事務，都會盡量減少，以保持清晰思路。作者認為專注力係一種能力，亦係成功必須養成嘅習慣。佢話堅定嘅專注力就係無論周圍發生咩事，你都可以保持對最高優先事項嘅清晰認知，並全力以赴去做。作者建議大家可以透過一啲簡單嘅策略去訓練，例如每日為高價值任務預留特定時段，或者用番茄鐘法專注工作20分鐘，再休息5分鐘，減少分心。同時間中做數碼排毒，例如一日唔用社交媒體，都有助你重拾專注力。作者又提到，要做到真正持續行動，同時要有一種100%負責任嘅心態。佢認為，當你肯為自己生活入邊發生嘅一切負全責，你就已經掌握改變人生嘅力量。書入邊有句說話講得好清楚啦，當你為自己人生入邊每件事負100分責任，就係你開始掌握改變一切力量嘅時刻。呢種心態會令你唔再將問題推俾環境、他人或者運氣，而係主動去諗方法解決。作者覺得，當你有咗呢種態度，無論遇到幾大挑戰，你都會將佢變成可以解決嘅問題，而唔係停喺度抱怨。最後，作者鼓勵大家，專注力同埋堅持都係可以訓練出嚟，只要你每日願意做少少調整，慢慢你會發現自己嘅行動越嚟越有力量，目標亦都會一步步實現。當專注力同堅持已經成為習慣，作者認為要令財富真正持續增長，就一定要學識建立多元化收入來源。作者覺得，依賴單一收入係一種高風險嘅生活方式，因為一旦失去咗嗰個收入來源，成個經濟基礎都會動搖。所以有錢人從來唔會將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入邊，而係努力發展唔同渠道去分散風險，同時擴闊財富版圖。作者話，多重收入流唔單止可以減低風險，更係令到財富加速增長嘅重要策略。佢建議每個人都可以由穩定事業或者主業開始，將佢作為基本收入來源，用嚟維持生活同埋儲蓄資本。當穩定收入建立好之後，就要開始用心去發展其他收入流。作者提到咧，物業投資係一個好普遍又實用嘅方法，因為收租可以帶嚟穩定現金流，同時物業本身又有升值潛力。Osborne 就分享過，佢自己一開始都係從自住屋開始，再慢慢買入其他物業作出租用途，長遠建立出穩定嘅租金收入。但係作者話，物業唔係唯一方法，佢認為現代社會其實仲有好多途徑可以發展額外收入，好似網上生意、數碼產品、顧問服務或者培訓課程等等。呢啲副業咧，初時可能咧只係小規模，但係只要持續投入心機咧，慢慢就可以變成另一條穩定嘅現金流。
作者提醒大家唔好小睇副業嘅力量，因為好多成功人士都係由副業開始，逐步發展成為大生意或者另一份主要收入來源。投資亦都係建立多重收入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作者覺得投資唔應該單靠運氣或者朋友介紹，而係要主動學習，提升自己對市場、資產配置同風險管理嘅知識。無論係股票、基金、債券定其他資產，作者都認為最重要係培養長期思維，用錢去幫自己生錢，而唔係一味儲喺銀行等利息。作者話，有錢人之所以持續增長財富，係因為佢哋睇錢唔係終點，而係工具，係幫助自己開拓更多機會同資源嘅一種手段。喺心態上，作者認為最重要係你要打破靠一份工養活一世呢種舊有諗法。佢覺得要真正達到財務自由，你要明白單一收入始終有限，而且風險好高。當你學識用錢去生錢，用資源去創造新收入來源，你會發現自己財務安全感大大提升，而且對未來更加有信心。作者強調，建立多元收入需要時間同耐性，但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不斷去試、去學、去調整策略，自然會見到成果。另外，作者提醒，每多建立一條收入渠道，就等於幫自己加多一層保障。當經濟環境變動或者主業收入受影響嘅時候，你仲有其他嘅收入幫手頂住風浪，唔會因為一時挫折就陷入困境。呢一種多元化策略，正正係好多富有人士可以抵禦大風大浪、穩步向前嘅原因。作者覺得，無論你係咩背景，而家資產幾多，最緊要係培養出主動去創造收入渠道嘅習慣同心態，因為只要開始咗，就已經係向財務自由邁前一步。